即摆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6年3月16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6篇，以赛亚书第59章第9节、99节，使徒行传第9章第1节到20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的拯救。那些人都拢会犯错，所以人就需要救恩，需要上帝的怜悯。也好那亲像耶稣基督捌真明白来讲过，我来就是要来消除失丧的人。换一句话讲，就是要互人有回转上帝、领受上帝救恩的机会。先伫以赛亚书59章第9节到19节安尼来提到，因为安尼以色列人民讲，正直离开阮真远。公义嘛入阮袂着，阮期待光明，毋过也是黑暗。阮听候光亮，毋过还要行伫黑暗。阮若失明的人蒙墙伫行，伫中昼跋倒，若亲像伫黄昏。伫周围的人拢勇壮，毋过阮亲像死人。阮亲像熊伫吼，亲像粉鸟伫哀哭。阮望正直，毋过拢耽无。阮期待拯救，毋过拯救脱离阮真远。阮伫你的面前所犯的罪真济，阮的罪证控告阮，阮的罪官对阮对条条。阮拢知阮的罪真重，阮背逆弃绝上主。阮活当心，军队阮的上帝，阮假无压迫甲反叛，心存虚假，嘴讲白贼，正直挫败，公义点伫真理伫城门口跋倒，诚实袂当入来，真理找袂着，离开邪恶的人，反倒当受害。伊看无人帮咱受欺压的人，真着惊，就用家己的气力拯救因，用家己的公义扶持因。伊用公义做战甲穿，用拯救做头盔顶，用报复做衫穿，用猛烈的受气来做外袍膜。伊要照人的行为甲因报应。要对敌人来发大受气，佮甲对敌报复，对正害倒的人来报应。安尼西边的人会敬畏上主的名，东边的人会尊重伊的阳光，因为上主会亲像急流的河水冲来，伊会风直吹直扫。正做外邦使徒的保罗，并毋是一开始就受到号召，正做福音的使徒。原起先，伊掠做家己是义人，伊是福音的搬家者，是所有的使徒、基督徒、教会的压迫者。但是当伊伫咧行大马士革的路上，去互主的光来甲伊照着，甲伊来领受着救恩，并且领受着上帝的呼召，就正做福音的使徒。使徒行传第9章第1节到20节记载着保罗领受上帝拯救，并且领受呼召的一个过程。扫罗继续恐吓要杀害主的门徒，伊去见大祭司，要求大祭司写公函，互大马士革各个会堂，准伊去搜查，若有找到信奉这个道路的人，无论男女，拢甲因捆绑起来，去耶路撒冷。伊就去，特别到大马士革的时，忽然有光伫对天来，四面甲伊照，伊就跋倒涂骹。听见有声对伊讲：“扫罗，扫罗，你是安怎来迫害我？”伊问讲：“主啊，你是什么人？”迄个声音讲：“
我就是你在迫害的耶稣。起来，入去城内，你着做的事，有人会甲你讲。东行的人就徛咧，戆戆袂讲话，因有听着声讲，毋久无人看着。扫罗对涂骹爬起来，目睭天开，煞啥物拢看袂着。因就牵伊的手，带伊入去大马士革。伊3日久无看见，无食，无啉。伫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叫做阿拿尼亚，伫异象的中间，主甲伊讲阿拿尼亚，伊应讲主啊，我伫遮。主讲起来，去迄条直街，伫犹大的厝找着一个大数人，叫做扫罗，伊拄伫祈祷。伊伫异象中间看见一个人叫做阿拿尼亚来甲伊画手，互伊会通去看见。阿拿尼亚公主啊，我有听到真侪人讲起这个人伫耶路撒冷对你的信徒做真侪恶毒的代志。伊有祭司长的授权，通掠所有求叫你的命的人。现在来伫遮，主对伊讲：你去，伊是我所竞选的器具，要对外邦人、君王甲以色列人宣扬我的名。我要互伊知，为着我的名，伊一定会受真侪的苦难。阿拿尼亚就去入去迄间厝，甲扫罗来画手讲：扫罗兄弟，你的路中对你显现的主耶稣，找我来，要互你搁当看见，搁受圣神的充满。虽时有亲像稀兰的物件对扫罗的目睭落落来，伊就会当去看见。伊起来领受洗礼，食饱了后，体力就恢复。扫罗甲伫大马士革的门徒做伙带几啊日，伊随时伫逐个会堂来宣扬耶稣，讲伊是上帝的囝。诗篇146篇，兄弟才家己来研读。恳求全爱的上帝帮助阮，时刻来警醒，时刻来会晓回转来主，互阮伫软弱的时会当领受着主的拯救，搁甲上帝搁一摆来和好。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